522首，咱真熟悉的 melody， 词句是用台语翻译，所以有当时咧唱的时阵会感觉无遐尼顺，所以咱也用这个机会来过来熟悉这首诗歌《山来》。然后咱对头到尾，三个来读伊的歌词吼，真侪咱的字看起来怪怪，伫华语咱真容易来唱，伫台语翻译了，咱就无法度顺。咱做伙来读，第一对头开始散来，仁爱是够宽容，阁有慈悲，仁爱袂嫉妒，仁爱是袂夸口。袂骄傲，袂做见笑的事，人家己的利益也袂快受气，袂为着人的歹扣分，袂爱不义，只有欢喜真理。凡事吞忍，凡事相信，凡事望，凡事搁一再刷落去。再下去，好，凡事吞忍，凡事仁爱是够快，佮倒转来吼，因为伊无一两三四啦吼，所以 PPT 咧放的时阵会袂记得。好，咱大概所有的歌词拢读过，吞忍像迄个字，咱看起来真生疏的字，总是袂要紧，伊就是安尼来翻译出即个话句。好，咱搁一遍对头到尾。圣神愿欢迎你，听堂圣神愿欢迎你，用你圣火运行伫阮，打阮放下一切，
地上所爱，春相守，心切切较无。好，这是第一节的歌词，咱来吟看卖，好。
圣神，欢迎你来伫阮的心内。这是阮正兄弟自集伫你的殿院内面。阮要问阮家己，敢有摒清阮的心，要迎接你来？求主时时教示阮，帮助阮，互阮搁较全人、全心伫你的面前献上家己，诚做芳的祭伫你的面前。愿你感纳阮所献的，求你圣神今仔日运行伫阮的中间，帮助阮。阮安尼三个祈，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姊妹平安，今日用欢喜的心来敬拜咱的上帝。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迫切追找你，亲像在空闲无水，我的心神喙焦渴慕你，我的肉体希望你甲要分去，所以我伫圣所找你，爱看你的光荣甲阳光。这是请咱三角来吟诗圣诗163首，听堂圣神，阮欢迎你。请起立吟全首。
请坐。这是请咱额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的恩典甲疼痛。今仔日阮来到你的面前，谦卑愿意祈祷。主啊，阮承认阮是一个有罪的人，时常违背你的旨意，有软者行为。求你怜悯阮，互阮真心悔改，我的心思意念通归向你，行伫你所喜爱的道路中。主啊，你是教会的头，带了阮头前的路站。明年是教会设教70周年的日子，阮深深感谢你过去的保守，互这个属灵的家通成长勇壮。求你亲身带领教会的未来，互所有服侍你的人同心合一，会当照着你的旨意来规划一切，互这个庆典通成做见证上帝荣耀的时刻。主啊，我嘛将8楼礼拜堂的更新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赏赐智慧，互更新的方向通符合你的旨意，互这个礼拜堂会当成做宣讲上帝的话甲敬拜俄罗的所在。互所有的会友伫这个会堂会当得到更较侪的造就，互性命会当得到更新。主啊，我嘛要感谢你的疼痛，互教会成做无分语言、彼此包容、互相疼痛合一的大家庭。亲爱的上主啊，阮特别为着身体有欠安的兄弟姊妹来向你祈祷，求你的医治会当亲手安慰因，互因伫病痛中会当得到你的平安甲力量，互因会当得到完全的医治。亲爱的主啊，阮嘛要为着台湾来向你祈祷，这片土地充满彼此的怀疑甲斗争，求你亲手来管教，互台湾通归向你，愿你赏赐公义甲和平。互这个国家会当安定，会当成做荣耀你的名的国家。主啊，愿你的旨意伫正，愿一切尊荣、阳光拢归伫你。阮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妹。这是启应文第64篇，也就是雅各书第1篇。亲爱兄弟姊妹，毋通受欺骗。伊无改变，嘛无天体转世所引起的影。亲爱兄弟姊妹，就知。因为人的受气会当实现上帝公义的要求，所以就要消除一切垃圾的习惯，甲惯满的邪恶。着实现道理。简单听道理无去实现的人，家己详细看，了后一个离开。毋过有伫详细查考，互人得到自由迄个完整的律法，搁有伫坚守的人。因为伊有实在去实现。若有人想讲家己真敬虔，是在欺骗家己。照顾困难中的孤儿寡妇。对爸上帝看起来，
这是请咱求守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使徒行传》19章第1节到第7节。第1节，阿波罗伫哥林多的时，保罗经过内陆的地区，来到以弗所，伫遐有拄着几啊位的门徒，伊问因：恁信主的时有领受圣神无？因应讲：无。阮到今毋捌听见有讲有圣神。保罗阁问讲：安尼恁领受的是啥物洗礼呢？因应讲：是约翰的洗礼。保罗讲：约翰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伊叫一切人着信对伫伊后面来迄位，就是着信耶稣。因听了就奉主耶稣的名领受洗礼。保罗一个甲因按手，圣神就降临伫因的身上，因就用灵语讲话，佮宣讲上帝的信息。因拢总有12个。以上愿上帝赐予听伊的话的人，这是要学咯，咱邀请护女团契来赞美。伊所要因的诗歌是：我心学咯至悬上主。这是讲到，咱邀请本堂赖牧师，伊所要分享的题目是圣灵的洗礼，圣灵的洗礼。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大声三甲阿头来祈祷。听堂的心是阮的主，阮搁一届谦卑来到主你的面头前，求主你的圣神开听阮的心，
互阮通明白主你话语的旨意，嘛，互阮听了会当行出来，会当成做合主心意的门徒。主，阮来恳求祈祷，是靠主耶稣圣尊名，阿免。我想咱拢知影真做一个基督徒，真要紧的一个凭据，就是会当受洗礼。因为这个仪式是代表一个人伊愿意接受、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而且，总是今仔日经文中间有讲到两种无同款的洗礼。伫遮意思毋是讲，亲像咱点水，或者是规身躯浸水的即款的洗礼方式无同。伫遮经文讲到有约翰的洗礼，甲圣神的洗礼，毋知即两款到底有啥物无同？今仔日使徒行传19章是记载使徒保罗第3摆宣教的旅程。经文一开始，保罗去到一个所在叫做以弗所。这个以弗所是啥物国家？大家敢捌去过？即马托尼基吼，咱若有去欧洲吼，也是即个保罗的宣教的旅程有当时拢会去到即个托尼基遮。以弗所是托尼基的一个城市。伫遮的时阵，保罗拄到一寡门徒，这门徒保罗问因讲：恁敢捌受到圣神的洗礼？门徒拢讲无。而且因嘛毋认捌圣神到底是啥物。保罗就搁问讲，这门徒讲：那安尼恁是门徒，恁是受啥物人的洗礼？这句话原文的意思是讲，恁是为着啥物人甲接受洗礼？门徒回答保罗讲：因是受着约翰的洗礼，因为约翰用水甲因行洗礼。保罗就照着即款的代志，甲因教导讲，行洗礼约翰所行的即个洗礼，是要互人的罪恶得到透放来做一个认罪悔改的洗礼。总是保罗强调，人只有认罪悔改，阁无够业。上重要的是爱认捌上帝的囝耶稣基督，而且接受耶稣基督对圣神来的洗礼。讲到这，咱敢会感觉真奇怪。这个保罗拄到这个门徒，一开始嘛无拍招呼，嘛无甲因请安，一个就问讲：恁有受圣神的洗礼无？那亲像咱伫路边拄到一个青云人，咱讲：恁敢有受圣神？过去嘛常常有人安尼问，特别是伫咱长老教会，足侪外教派拢会讲：恁长老教会敢有受圣神？有当时听了就真戆耳讲啥物是受圣神？敢讲阮遮洗礼的人，也是做传教者的人，无领受过圣神吗？所以伫遮保罗甲因问即个问题，意思是讲即个问题真要紧，所以保罗真关心即个重要性。经文门徒的反应会当想讲，这门徒虽然已经有受过水的洗礼，总是因阁无一定认捌耶稣，对圣神是啥物款的观念，因完全无了解。所以有学者就认为讲，保罗伊去到以弗所这个所在，伊所拄到的这个门徒，真有可能是行洗礼约翰伊的学生，因的团体。因为约翰伊伫旷野来传福音，为主做见证。约翰的学生嘛，长期伫旷野过即个远离世俗的生活，所以当因接受老师的即个教导，认罪悔改了后，行洗礼约翰就带因去约旦河，甲因行洗礼。所以因伫即个洗礼过程，认罪悔改，因改变家己的性命。总是当因认罪悔改了后，行洗礼，受到洗礼了后，
约翰佮甲因讲，将来有一个能力比伊佮较大的，要来到这个世间。伫马可福音第1章第4节到第8节，遮就甲约翰的门徒讲，这个人将来伊来的时阵，我就算甲伊读下大，嘛是无合意的，因为我要用水甲恁行洗礼，伊要用圣神来甲恁行洗礼。所以约翰遮就提供这个将来要来的人，伊的这个身份地位是超越一切。伫遮行洗礼约翰所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保罗就借这个过程，甲约翰的门徒讲，恁着爱信耶稣，因为因可能长期伫这个旷野的所在，耶稣传福音，敢若限制伫加利利甲犹太地区。还袂传到托尼基这个所在，所以当保罗宣告的时阵，拄着因的学生，伊就甲因来介绍耶稣，互因认捌耶稣，甲是真正会当互人灵魂得到拯救、得到生命的救主，而且照着耶稣的吩咐，因爱领受圣神的洗礼。所以伫甲因讲了后，保罗就换手伫遮门徒的身上，真奇妙的代志发生。遮个学生因领受圣神了后，因就开始讲方言，嘛开始讲语言。所以对遮咱通看到讲，圣神的洗礼，甲行洗礼约翰的洗礼有真大的差别。伫遮咱会当知影讲，行洗礼约翰所用是水来为人行洗礼。这个部分较亲像是一个人认信的过程，那亲像咱今仔日若带一个无道友，互伊会当认捌耶稣了后，咱会带伊做一个决志的这个祈祷。了后，咱就安排若有这个感动，会当进一步会当领受水的洗礼。这个水的洗礼是象征人内心的污秽垃圾，用水来甲咱洗清气，互咱会做得到赦免。所以当时行洗礼约翰伊安尼做法，是因为耶稣基督拄来到这个世间开始传道理，还未正式宣教的过程。行洗礼约翰伊是一个先锋者，伊为主耶稣来开道路，借着带人认罪悔改洗礼过程，互咱人的性命会当得到改变。总是当耶稣来开始宣教的过程，耶稣最后为人受钉伫十字架死，对死搁活。主耶稣伫搁活的时阵，伫加利利正式门徒以及这个普天下来做一个真重要的宣告。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遮咱拢真清楚，这是主耶稣吩咐门徒的一个大使命。伫遮，主耶稣有讲：上帝已经将天顶地的一切权柄拢予我，所以恁着爱去调万民来做门徒，甲因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假是因遵守我所予恁一切的命令，就会记哩我逐日甲恁同在，直到今世的结束。所以伫遮咱看。那伫和合本遮的中文，咱拢会讲：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总是另外一段的这个翻译是讲，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所以原文较正确的这个翻译是为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因为当时行洗礼约翰还未完全有拄到耶稣开始宣教的这个过程，迄当时侪人嘛无认捌圣神，总是当耶稣对死搁活了后，耶稣带来这个权柄是超越一切，伊嘛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之一，所以伊就讲：恁的洗礼爱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所以咱看伫咱教会。若是即个有圣礼典，有人要洗礼时阵，
牧师伫即个顶礼铺拢会读一句话咱若有洗礼的人，拢应该真清楚。牧师拢会讲：某某人，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这是会众爱讲啥物？阿免。所以咱大家拢应该有即个即个记忆吼。所以咱看伫即个过程的中间，就是甲咱提醒讲咱即个洗礼到底是爱为着啥物人？洗礼约翰的团体因为着约翰来行洗礼，总是更较正确、更较焦长的即个过程是应该爱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总是咱会问一个问题，讲到底一个人伊受洗礼了后，伊信主因捌认罪悔改，伊就会当得救，咱的人生就完成了吗？其实无完全。咱人受洗礼、认主悔改，这是一个过程，嘛是一个开始。上要紧的是，性命悔改了后，要安怎持续？要安怎来更新？这较是要紧。所以，伫即个约翰福音第3章第5节，就有一个安尼的经文记载讲，有一个犹太人的官，伊嘛是法利赛人，伊的名叫做尼哥底母。有一天暗时偷偷来找耶稣，问耶稣讲：人到底要安怎才会当得到永远活？耶稣真清楚。甲即个尼哥底母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人若毋是对水甲圣神来生，就袂当进入上帝国。即句话意思是啥物？人要进入上帝国的条件是啥物？咱往往拢敢若听一半，认为咱对水来定头生就有够额。其实耶稣要甲咱讲。毋若干那对水来定头生，咱嘛爱对圣神来定头生。我较早做工程师是写即个程式吼，所以即个程式语言内底 and 甲 or 是完全无共款。and 就是即个1加1等于2啦，or 就是可能是1乘1，就是无一定两个条件爱完全合做伙，所以。即个为对水甲圣神来生的即个过程，其实咱爱真清楚是，毋是干那水尔，嘛毋是干那圣神尔，是两项拢爱。水甲圣神两个拢袂当欠缺，所以两个加起来，才会当进入上帝国。有当时咱常常即个洗礼洗一半，干那用水甲咱洗礼，总是咱毋捌领受圣神的洗礼。所以今仔日这段经文就甲咱提醒讲，咱若干那对水来生来定头生，咱人会有一个无完全的所在，就是亲像保罗伫罗马书第7章19节，才甲咱讲：我所愿意所做的好，我无去做；我所毋愿意做的歹，我反转去做。咱应该拢有安尼会深深的感受，就是咱人决志洗礼了后。总是咱的心嘛会软弱，有当时咱愿意悔改认罪，咱伫洗礼时阵流目屎，总是洗礼了后过2天3天1礼拜1个月2个月，甚至10年20年30年，咱开始渐渐咱具体自我的性命就搁走出来，咱的歹习惯，咱的遮个过去遮无好的遮个过程拢完全悠然搁存在，所以保罗甲咱讲，咱的心虽然洗礼了后愿意悔改，总是咱的灵性却悠然软正，咱无法度完全照着圣经上帝诫命来行。换话来讲，就是咱洗礼了后，继续咧犯罪啦，继续咧得罪上帝，继续咧做上帝无欢喜的代志。咱想要做好，总是却做袂到。所以主耶稣伊来伫这个世间，伊屈落家己真做人。耶稣非常了解咱人的软弱，所以主耶稣伫上天的进前，
伊做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就是赏赐上帝的囝儿一个上好的礼物。什么礼物？圣神，真做咱人的保惠师啦。这个保惠师的意思就是真做咱的帮赞。所以伫约翰福音20章21节到23节，耶稣搁活时阵对门徒来显现，甲因讲：愿恁平安，亲像爸差遣我，我嘛要差遣你。讲煞就对因讲，对因分一口气讲：领受圣神。恁若赦免什么人的罪，什么人的罪就得赦免；恁留落什么人的罪，什么人的罪就留落来。这段经文要甲咱讲的意思是啥物？这段经文其实是要甲咱讲官兵真要紧。耶稣基督伫受定死搁活了后，伊讲天顶地下所有的官兵拢已经赏赐互伊。所以耶稣的名超越一切，耶稣的名已经杀赢世界一切死亡黑暗的权势。所以连魔鬼撒旦听到耶稣的名，拢会着惊，拢会逃闪。可见这个官兵真要紧。今仔日教会的牧师为什么有官兵会当为人行洗礼？是因为牧师拢是伫即个服务的过程，有奉伫爸囝圣神的名的官兵来领受即个职分，所以就亲像行洗礼约翰，迄当时嘛领受上帝的即个官兵，互伊有即个权会当为人行洗礼，毋是凊彩拢会当为人来行洗礼。所以耶稣进一步，伊安尼讲。因为伊甲圣神平等，所以伊有即个官兵、即个能力、气力，会当差遣圣神来到咱人的中间。耶稣差遣圣神，充满伫耶稣的门徒的身上，互门徒同款有即个权柄，有圣神同在的气力，会当为人医病赶鬼。所以为什么圣经嘛甲咱讲，基督徒咱已经有上帝赏赐的权柄，因为咱是上帝的囝儿。所以伫遮嘛要提醒咱兄弟姊妹一个过去有当时咱定定有的错误的观念。咱认为圣神到底是啥物时阵降临伫即个世间？有当时咱会掠做讲，圣神是因为伫即个新约五旬节的时阵，使徒互圣神充满的时阵，甲临到即个世间。其实这是错误的观念。圣神就是上帝的神，嘛是上帝的灵，是伫创世以来就伫这个世间存在，甲上帝平等。所以创世纪第1章第1节就安尼记载讲：伫起头，上帝创造天地，地是混沌，也未成形。深渊的顶面，黑黑暗暗，上帝的神运行伫水面。这个上帝的神指的就是圣神。圣神，咱人看袂到，无有形体，嘛摸袂到。总是咱若有愿意渴慕的心，追求圣神，咱愿意相信、领受圣神，伊就会降落伫咱的身上，甲咱三脚伫地，咱通感受到圣神同在的气力。因为圣神是咱的保惠师，是耶稣要赏赐咱的礼物，要成做上帝囝儿的帮赞。阿们嘛。所以，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如果今仔日圣神的洗礼是咱生命顶头生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安尼咱一定会问讲，咱要安怎知影咱家己或者是某物人伊有真正领受圣神？领受圣神到底有啥物证据？有当时咱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领受圣神的人是毋是就一定爱讲方言，或者是讲语言？为什么咱人会安尼想？因为伫今仔日经文《使徒行传》19章第6节，则讲圣神降落伫因的身上，因就开始讲方言，佮讲语言。伫遮，保罗伊甲因画手，圣神降临，这个方言
意思就是灵语，天顶的语言，语言表示上帝的信息。所以，足侪追求圣神充满的教会，因着用这个原因来真肯定的安尼判断讲，一个人若受圣神充满，伊就一定爱讲方言，就是天顶的这个灵语。甚至认为讲，若未晓讲方言的人，伊就袂当得救。其实这是一个偏差的教导。有的教会甚至开始教导信徒讲方言，认为讲方言是追求圣神充满的一个必修课。那亲像过去，阮伫神学院要开始上课之前，阮拢爱修圣经的原文，旧约是希伯来文，新约是希腊文，因为这是上起初圣经所用的一个语言。所以，抓做讲，这个方言嘛是一个必修的课程。总是，咱知影方言是天顶的语言，人听毋捌，嘛无法度学。哥林多前书12章，保罗甲咱安尼教导讲，这个天顶的语言，这个方言是圣神伫大家人要显明，互大家人得到利益。所以，方言这个部分是要造就人，互人得到利益的过程。咱看到哥林多前书12章，遮真清楚甲咱讲到讲圣神降落伫人的这个过程，有真济温数，有这个智慧的语言，有知识的语言，有人有信心，有人会当为人医病，有人行这个义灵，有人会当做先知，佮有分别这个逐个灵的这个能力。讲方言是其中一个部分，甚至佮有翻译方言。所以咱会当看到讲，一个人领受圣神，伊若受感动，开始讲方言，咱会当讲伊是受到圣神的充满。总是一个人受圣神的感动，敢一定就会讲方言？其实无拄拄是安尼。因为方言的文字是圣神照家己的意思分配予人，伊要爱这个人会当讲方言，伊就赏赐予伊；伊要爱这个人会当有圣神的气力，为人医病赶鬼，圣神就赏赐予伊有这个能力。这个主动权是伫圣神，毋是伫人的身上。所以若是安尼，咱人敢有可能会当用教导的方式教人讲方言？所以，咱会当看到讲，圣神赏赐人这个恩赐的目的是要，互人有这个能力、气力，目的是要互人为灵命得到利益，性命得到改变，这才是要紧。使徒保罗对属灵的恩赐，搁较较真的这个教导，伫哥林多前书13章到14章，才真清楚甲咱讲，当圣神降临伫一个人的身上。上要紧的，就是要啥物？实践耶稣基督愿意牺牲的听，听，这是所有属灵恩赐中间上大、上要紧。所以哥林多前书13章，敢毋是安尼讲？咱有信心，咱有盼望，咱有听心，其中上要紧的，就是听。所以我想，咱若过去有一寡圣神充满经验的信徒，咱应该爱明白，当咱真正受到圣神充满时阵，有当时咱可能真正会开始讲方言。总是这个气力，毋是咱家己主动所要讲的，嘛毋是咱要展现家己有外交。我过去领受方言的这个文书，是伫特会的过程领受这款的文书。总是我嘛真清楚了解。这个部分是要为着家己的灵性，为着某物代志来祈祷、来造就，较毋是要展现家己有偌高、偌厉害。所以，当有这个经验的过程，往往拢是伫敬拜的过程，或者是祈祷的过程，有当时就无自觉会用方言来做祈祷。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圣经真清楚，甲咱教导讲，使徒伫五旬节领受圣神时阵，因讲方言甲语言，这个主权
是完全对上帝来，毋是文道因家己故意要讲。咱爱知影，伫迄当时，因对圣心是完全无认捌、无了解，佫较无可能讲因要安怎知影家己会晓去讲即个天顶的语言。所以伫遮语言的意思是讲宣讲上帝话，是人听捌的，听会捌。天顶的语言是人听无，总是对人的灵性有帮助，对灵界有一个祈祷的过程，的一个精进的过程。所以，当咱人闻道，若受圣心充满，开始讲语言，就亲像咧讲道为主做见证的过程，是要宣讲上帝话。咱知影讲语言原本是先知的工课，因为上帝的话有即个启示的即个过程，目的是要来提醒世间的人。上帝百姓爱认罪悔改，若无上帝就要降落即个责备伫即个世间。咱看足侪即个旧约的历史，足侪先知来为主做见证，传上帝话语。总是遮犹太人，遮即个领袖，因毋愿意悔改，直到上帝就行法临到因的身上。初代教会是伫罗马政府统治的环境，所以伫迄当时，公众若要伫众人的面头前宣讲上帝话语，其实是有性命的危险。咱看初代教会的信徒，特别是耶稣的门徒，当因受圣心的充满了后，开始宣讲上帝话，最后因有的受掠、受鞭拍，甚至有的因为安尼。最后失了因的性命，所以为主宣讲上帝的话，这是需要对圣心来的启示以外，嘛要有信心甲勇气来宣讲上帝的话，毋惊性命受到威胁，来有这个惊吓的这个过程。所以今仔日要借着这个信息，搁较一解来，互兄弟姊妹做伙来认捌。圣神的洗礼对咱人生命的要紧甲目的到底是啥物？我想咱即马会当明白，绝对毋是干那讲方言甲讲语言，即个表面上的即个呈现安尼。更较要紧的是要互咱人的生命来完全得到更新。所以咱若读《使徒行传》第1章第4节到第8节，这是耶稣。伊要上天进前，甲门徒伊所做，会当讲一个初恳的礼拜。伊吩咐门徒讲，毋通离开耶路撒冷。今仔日咱若甲即个耶路撒冷，该诚做是咱的教会。耶稣的旨意、悠远嘛是爱安尼，要来甲咱提醒，毋通离开咱的教会，就爱听候被的即个应允。约翰用水甲恁行洗礼，毋过过无偌久，恁要领受圣神的洗礼。耶稣上天，使徒甲耶稣自这时阵，问因讲：主啊，敢讲即时的主权要恢复伫咱公园教会，是即个时阵吗？耶稣就甲因讲：要用家己的权柄决定的时间甲机会，毋是恁所通知影。毋过，当圣神临到恁的时阵，恁会得到能力，伫教会、伫社区、伫台湾、伫全世界为主做见证。阿们嘛。我相信这是上帝伫咱每一个信徒的旨意，毋是爱咱知影到底教会什么时阵会当复兴。佫较要紧的是，主要爱咱听候领受圣神的洗礼。互咱得到气力来为主伫逐角落做见证。所以，当咱明白这个道理，咱知影咱毋是干那领受水悔改的洗礼，咱更较要紧来领受圣神的洗礼。领受圣神的洗礼有4项真要紧的这个过程。第一，互咱有信心甲勇气，通宣讲上帝的话语，这是领受圣神主要的目的。
就是爱为主传福音。咱过去若无信心、无勇气为主做见证，当咱领受圣心的洗礼，咱就应该爱有勇敢、信心来为主传福音，甚至为着咱无欢喜的人，为着咱无介意的人，咱嘛爱为主来将福音传互因的身上。耶稣门徒彼得，伊伫受着洗礼了后，成做耶稣的门徒，总是彼得的性命敢有真正完全改变？其实也未完全。咱看到圣经记载，耶稣受礼的时阵，彼得几届无认主，3摆嘛吼，大家应该拢知啦吼。所以最后耶稣伫受定死搁活了后，伊搁一届转来找彼得，因为彼得迄当时已经走转去做伊家己原本的工课，就是掠鱼的。彼得认为讲啊，我的老师耶稣都已经死啊，安尼咱有啥物愿望？转去做家己的工课，上无搁有钱好趁。总是耶稣搁一届来呼召彼得，互伊回想起初耶稣警告伊的时阵，彼得迄当时的性命其实只是悔改，嘛无完全的改变。一直到彼得甲伊的耶稣的门徒伫五旬节的时阵，领受圣心的充满了后，因开始讲方言、讲语言，开始宣讲上帝话语。迄当时就有济3,000、5,000个人来悔改信主，开始起造初代教会。所以咱看彼得的性命，伊因为圣心的充满，得到完全的改变。相款司提反嘛是主的门徒，伊受警召是因为迄当时耶稣的门徒因为着传讲福音，侪人愈来愈侪人来到教会信主了后，因无得食，所以至到有的孤儿寡妇因受到忽略，所以就有人提议讲，安尼爱有人会当斗煮食，所以就竞选几个执事来诚做同工，诚做遮个来帮赞的遮个同工来做服侍。所以司提反即个人其实讲起来，伊是一个即个负责煮食的同工。总是咱看伊，互圣心充满了后，伊性命嘛是共款，搁较有信心，搁较有气力，伊无惊人的言语，所以为主传福音。伊若好好煮饭，安尼就无代志。伊一边煮饭，搁一边传福音，直到最后，侪人遮个犹太人来反对伊，最后伊互石头来钉死。总是伫伊要死之前，伊抬头看到天开，伊看到上帝耶稣来接纳伊的性命，接纳伊的灵魂，伊无惊吓，为主来牺牲伊家己。领受圣心真要紧的目的是要爱咱学习、合一、敬拜甲宣告。如果咱真正领受圣心的启示甲感动，咱应该更较明白上帝的心意，咱会更较敬虔来敬畏上帝，咱会更较有刻薄的心来亲近主，咱会较无读上帝的话语，较无来敬拜，较无来伫教会对这丧失的灵魂来感觉有负担。因为上帝的心意是要爱万人万民得到拯救，唔愿意一个人沉沦。所以有当时，咱敢会感觉来伫教会做礼拜有够忝，读圣经有够无聊，唱诗歌嘛无气力。咱可能爱思考一点，咱是毋是有真正领受圣心的气力？当咱有领受圣心的气力，咱会有较无的心，咱会更较敬虔，咱袂将这个代志是感觉是一个功课，感觉是一个形式。咱袂亲像神学院的老师有当时讲，咱做基督徒有够辛苦，做礼拜也要礼拜四，对透早礼拜到透暗，会知有早祷会，阁有即个学生的祈祷会，阁有团契祈祷会，阁有学校的这个大礼拜，到暗时阁有暗祷会。
所以做基督徒有够忝，规工拢咧做礼拜，也要礼拜四。咱若无明白礼拜意义，咱若无了解为虾米咱要来伫教会组织礼拜，咱就会感觉讲，这个代志，毋是要互咱得到头棒，是真做咱的负担。所以，一个受圣神来更新充满的人，伊一定会有更较清楚明白上帝的心意，是要咱做伙同齐敬拜，毋是一个形式，是要咱做伙祈祷，亲像一个属灵的军队，为主为上帝传扬上帝国的福音。那亲像伫旧约，一个南国的犹大的王约沙法，伊捌因为敌人真多围雷，递到伊上帝来祈祷敬拜，最后上帝透过圣神启示伊，你着组织圣歌队诗班来敬拜来学乐。当伊组织圣歌队诗班开始敬拜学乐时阵，真奇妙的代志发生。这敌人因无差派任何的军队，敌人因家己受到上帝天使的这个攻击，就拢死亡来撤退。所以咱看到圣心的溃烂是非常的大。有当时，咱敢会感觉，当咱来伫教会，咱会感觉真犹豫。有人会问讲，到底咱信的是毋是同一个上帝？有人会问讲，到底咱所领受的圣神，敢是同一位圣神？有当时，咱会问讲，咱到底是毋是读同一本的圣经？虽然有无同款的版本，总是意思应该拢会同款。为什么咱的信仰同一个主、同一个神，总是却有无同款的观点？咱的教会嘛真特别，咱有3场的礼拜，咱阁有儿童的礼拜。总是咱敢有发现，咱3场礼拜的方式完全拢无同款。有机会咱会当去2楼参加美比古的礼拜，有机会咱嘛会当去7楼参加华语的礼拜。嘛鼓励伫2楼、7楼的兄弟姊妹，有机会嘛会当来8楼参加台语礼拜。咱会感受到。虽然拢是咧做礼拜，敬拜同一位上帝，总是有无同款的方式。有的人喜意现代音乐，有的人喜意古典的音乐，有的人喜意大声祈祷，有的人喜意安静心来祈祷，有的人喜意真清楚的条例，有的人喜意真活泼的方式，有的人喜意食即个青菜，有的人喜意食冻咸。各位兄弟姊妹，其实圣经所讲的拢同款，上帝的心意拢同款。上帝要爱咱学习什么？这段经文真要紧，因为这个面顶是华语版，咱用华语来读。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上帝，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阿们。这段经文相信咱拢捌读过。这段经文真要紧，甲咱做一个提醒。为什么会有遐尼侪款无共款的敬拜的方式、礼拜的方式、解说圣经的方式？其实，这个问题毋是伫上帝，上帝只有一位，圣经只有一本，咱信的嘛只有一个主，咱受圣神的启示甲洗礼嘛是一摆，所以这个差别其实拢是在伫人。有当时，咱若读圣经，咱会感觉讲耶稣嘛真无共款。圣经讲耶稣来是要带来和平，
总是耶稣佫讲，我来是要带来纷争，老爸老母甲囝儿纷争，翁仔某纷争，世界纷争。到底耶稣是和平的君王，还是带来战争的君王？咱看上帝，伊要爱咱人得到拯救，总是上帝嘛刑罚人。上帝是主爱，佫是公义的神。所以，上帝伫圣经佫讲，伊介意咱人用弄鼓、跳舞来敬拜阿罗伊。总是上帝有当时佫讲，恁着要安静，因为爱知影伊是上帝。为什么有遮尔大的差别？目的是要爱提醒咱人，毋通用咱人家己有限的眼光来限制上帝的作为，毋通用咱人掠做家己所经历的这个经验来限制别人嘛爱共款，爱有甲咱共款的经验。上帝毋是徛伫倒边，嘛毋是徛伫正边，上帝是徛伫两边，因为上帝是掌理万权的主宰。过去为什么基督宗教会有宗教改革？这个改革最后引起侪的教派的成立。有当时因为神学教育、教义的无同，就成立一个新的教派；有当时因为礼拜听事的无同，就产生一间新的教会。特别是灵恩复兴的运动了后，福音派甲灵恩派彼此真做真大的一个紧张性。今仔日圣经要甲咱提醒，毋是啥物教派是对，啥物教派毋对。毋是啥物款的方式是对，啥物款的方式毋对。咱着爱领受圣心的充满，领受圣心的洗礼，目的是爱咱学习伫主内合一敬拜，彼此尊重。无论倒一间教会，倒一间教派，拢是上帝所设立的教会，拢是奉耶稣基督所设立主的家。咱拢是上帝的子民，阿们吗？领受圣心，佫较要紧的是要爱，互咱伫基督的信仰内底得到真正的自由甲透放。咱看耶稣基督来伫这个世间，伊做的工课，除了为着咱世间人受定十架死以外，真要紧，耶稣来真长的时间是要拍破犹太诫命甲律法。总是耶稣讲，我来毋是要拍破这个律法诫命，我来是要成全律法。互这个律法佫较焦长，是因为这个犹太人律法师、经学教师，因掠做这个律法是要紧，至到将这个律法摕来去将人限制、捆绑，至到家己受到限制以外，佫互人嘛得到这个捆绑。所以耶稣来要互上帝子民明白，圣经的律法毋是要互咱人得到限制，是要互咱人得到伫主内真正的自由，互咱人得到透放。圣神降临相款是要互咱人伫信仰中间得到真正的自由。这个自由毋是讲咱做啥物拢会使，只要咱介意。这个自由是爱咱人深深明白上帝的旨意。是要咱人得到上帝的拯救，得到咱上帝的听。所以，伫新约圣经就记载，圣神捌启示耶稣门徒彼得去食遐个旧约律法吩咐袂当食这无清气的物件、垃圾的物件。彼得心真戆影，真着惊。伊讲：主啊，这物件是无清气的。律法则拢有吩咐，这是违反教导、违反教会诫命，是爱若照着律法是爱拄回击啦，爱互赶出教会。总是圣神甲彼得启示讲，上帝认为是清气的，人袂当认为是无清气。圣神借着这个异象，要互彼得明白，上帝拯救毋是干那伫犹太人这个族群。毋是干那犹太人，恁是圣洁的。圣神要提醒咱，
彼得上帝拯救是普世间所有的人，所以当彼得明白上帝意思了后，就发生一个代志，一个意大利的百夫长，名叫做格里牛，伊受到圣神的充满。当彼得看到这个外邦人格尼流受圣神充满了后，伊明白上帝意思。原来上帝的拯救，毋是干那因家己这犹太百姓尔，要临到世间所有的人。所以彼得就讲，伊已经领受圣神的洗礼，敢讲伊袂当领受水的洗礼？敢讲伊阁爱行割礼嘛？所以，各位兄弟姊妹，耶稣基督来，要爱互咱对这个教条、律法来得到更新。使徒保罗伊本身嘛是同款，伊过去是一个真坚强的律法主义者，认为家己有读过神学院，是名师的学生，掠家己最悬，所以迫害遐个军队耶稣基督徒，认为因拢是异端。直到保罗互圣神来光照，伊的性命完全的改变。伊认为伊过去认为是好是重要的，其实是拢是垃圾，拢是粪扫，拢是杀害伊亲近耶稣、亲近主的一道为上。所以彼得伊真正认捌圣神，认捌耶稣基督了后，伊的性命完全改变。因为伊知影，伊过去只不过是追求的是一个宗教信仰，总是咱的耶稣，伊毋是爱咱信一个宗教，咱毋是信耶稣教，耶稣毋是咱的教主，耶稣来是要互咱过一个信仰的生活，生命更新的生活。所以，当保罗伊的生命得到圣神的充满了后，伊知影，伊明白。过去的这束缚，其实是拢家己困着家己。耶稣要爱咱人活出生命的一个自由，互咱享受伫圣神的疼甲充满的中间，互咱伫这个信仰的中间，咱人的重担真正会当放落来。毋是咱洗礼信主了后，咱甲这个律法的重担一个一个搁排起来，亲像咱咧排一个搁较重的十字架共款。各位兄弟姊妹，圣心的洗礼上大上要紧的目的，就是要互咱人有一个温柔谦卑的心。为什么咱这代志、这观念无法度改变？是因为咱人的心无够谦卑，咱人的心同款有骄傲，直到咱无了解家己的软弱，无了解家己的无够野，就亲像保罗过去还未互耶稣来改变生命进程，伊嘛抓做家己所做一切拢是对，拢是好，要求别人嘛爱安尼做，总是圣神改变保罗的生命。咱得爱学习，透过圣神明白咱人拢是有限。咱拢是罪人，咱得爱放落家己，因为咱的生命拢爱互圣神来光照、来更新。咱得爱认捌，咱的上帝是三位一体，是多元丰富，总是合一的神。上帝拣调咱，成做上帝囝儿，伫教会成做一家人，是要咱人明白，上帝会透过圣神。照着圣神的意思，互咱人无共款的温素，无共款的特质，无共款的方式来敬拜阿罗上帝。所以，咱得爱学习彼此尊重，用更较多元包容的方式，做伙来敬拜服侍咱的上帝。因为上帝介意咱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主，毋是啥物款方式较是对，较是要紧，总是咱的心。却无伫遮。举例来讲，一个家庭的父母，若有3个囡仔，这3个囡仔拢讲老爸老母做生日，咱得爱请父母食一个大顿的。这老大爱讲我介意日本料理，
爸爸妈妈，我带你来食日本料理，这怀石料理真好食哦。第二个讲，无啦，我为美国回来带恁来食这美国的西餐啦，食牛排，若美国牛排无好食，澳洲的牛排较健康安尼。第三讲，恁拢毋对，咱得爱听台湾，咱得爱食台湾料理啦，爱本土的，所以来食迄个台菜啦，食这板凳的，毋好去食这外国料理。最后咧，老爸老母要听啥个？若三个囡仔，大家拢冤家，这做爸母的这个生日，我看都真艰苦。所以爸母要紧的是，囝儿愿意这个听爸母、孝敬爸母的心。食倒一个料理，其实拢无要紧。今仔日三个囝儿分三顿来请爸母，爸母嘛真欢喜，袂讲伊着爱食倒一个料理。总是今仔日若三个囡仔拢冤家，讲着爱食即个料理，做爸母的心要安怎想？所以今仔日圣心要爱咱学习一个功课。如果咱人的心无法度去接纳别人的需要，接纳别人的需求，表示咱的心悠远有骄傲，因为家己所坚持的才是对。上帝今仔日要爱咱学习的一个功课，是要爱透过圣心，咱学习彼此尊重、彼此合一。有一个故事安尼讲，一个厝内的囡仔大汉长大了后，有家己的家，有家己的囡仔，伊愿意出去外口租一个厝来住。总是过5年、10年了后，伊的囡仔出世，生一个无够，佮生2个，佮生3个。最后，伊租的即个厝20几平，住袂落，因着翁仔某厝内的囡仔参详讲，啊无咱老爸老母因住的即个厝较大间，因住即个三合院这厝真宽。啊无咱敢会当甲爸母参详讲，咱转来甲老爸老母做伙住。因着安尼决定，甲老爸老母讲好，安尼咱甲爸母来参详。爸母听到了后讲，哇，即个囡仔长大过10年了后，愿意转来甲爸母住做伙。咱若做老爸老母，咱的长辈，咱敢会欢迎囡仔转来住？应该会啦袂讲你永远莫转来，你家己去想办法。你住袂落恁兜代志，你囡仔生遐济要创啥？我想毋是安尼啦，爸母应该会讲，哇，真好，真欢迎，安尼无咱即个翁仔某来参详，咱即个古早厝要安怎来修整，来改造，互囡仔转来时阵，因嘛有房间通住。爸母应该袂讲，恁好，恁即个厝内物件买遐济，佫有即个80寸的电视，恁佫有车，袂使，我厝内无咧看电视，恁电视摕去送人啦，等掉啦。你车卖掉啦，厝内无停车位啦。我想做爸母的应该袂安尼想，应该是讲，哇，既然囡仔要转来，咱要安怎规划即个古早厝，互因嘛会当住伫即个厝，会当住伫舒适，袂安尼客客，物件拢无法度囥。所以做囝儿的，当因要转来即个爸母的厝，因嘛是爱尊重爸母啊，因为这是爸母的起家厝。尊重爸母讲即个厝有过去的遮个阿公阿嬷因留落来记得。咱袂当讲咱囡仔要转来即个爸母的厝，讲你这古早厝袂使啦，规个拆掉电器，我要住别庄。这就是一个学习彼此尊重、彼此相听，应该爱有的心。我想圣心。那甲咱三甲弟弟充满咱的心，咱的心应该是开阔，咱的心应该是会看到别人的需要，毋是干那看到家己的需要，看到未来搁较侪的可能性，毋是干那限制是咱现在所有爱有的一切。所以，两位兄弟姊妹，我望这个今日的信息，咱通做伙来学习。咱过去可能已经真侪基督徒。10年、20年，甚至是30年的时间，咱对咱的信仰可能已经惯势啊。
咱对礼拜方式可能嘛已经惯势啊，咱对即个礼拜堂嘛看了惯势，总是当圣心甲咱三甲之地要充满咱的心的时阵，咱是毋是会当更较明白上帝伫咱的每一人的心意，明白上帝伫咱教会的心意。咱过去因为无共款的方式，可能产生彼此的一寡伤害。咱是毋是会当借着圣心的洗礼，互咱学习彼此相听，关系搁一摆来到主的面前，互相来恢复。咱是毋是会当借着圣心来更新咱的性命，互咱有搁较宽的属灵的眼界，毋是干那看到家己眼前的需要，会当看到咱的边仔、咱的囡仔、咱的士大人因的需要。咱是毋是当借着圣心帮助咱，会当聚集焦点伫上帝的心意？咱先爱了解上帝要爱咱诚做什么款的囝儿，诚做什么款的教会，还是彼此接纳？咱合一伫主内面三甲敬拜宣告。我相信，就亲像父母因生日时阵。因介意看到囝儿是做伙同心来孝敬父母，毋是咱要食什么款的料理较是要紧。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主啊，阮承认阮过去信仰的有限，阮掠做阮若已经洗礼，成做基督徒，阮就已经满足，阮就已经有教业。伫到有当时，亲像保罗还未互圣心光照的时阵，掠家己的信仰最后最要紧，去忽略别人的需要。求主今仔日，搁一摆找见圣心，诚做众人的帮助，诚做阮的帮助，互阮无搁因为伫过去伫即个宗教信仰的即个惯势条例的中间，阮家己捆绑家己，嘛去捆绑别人，互人伫即个宗教信仰，毋是得到自由透放，反倒是歹搁较重的十字架，行人生的道路。求主的圣心开阔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的眼界，互咱会当看到上帝真正的心意。伫未来教会70周年、80周年，甚至搁较久长的时间，阮众兄弟姊妹会当同心敬拜而乐，同心为主宣告，直到主过来时阵，欢喜接纳阮为主所做工。主愿你听阮的祈祷，愿圣心亲自成做阮每一个软弱的兄弟姊妹人的帮助，互阮会当重新徛起，重新恢复彼此的关系，为主做见证，直到主过来时阵。安尼祈祷感谢，是靠主耶稣圣尊名，阿免。这是来因回应诗歌。伫圣诗522首，等下咱唱2遍，第2遍唱华语的，请起立音转首。
请坐。这时，请用奉献来回应上帝恩典，请奉献的同工。咱同心额头来祈祷，是阮疼痛的天父上帝，愿一切所有拢是对天父上帝恩典所赏赐的。愿得到财富的快乐、智慧、才能甲机会嘛，拢是对你所来。愿天父上帝，互阮成做各项恩赐忠心的好管家。愿甘心乐意献上阮的恩赐。才能来服侍你，嘛献上阮的金钱，为你的圣工所用，来表达阮的感恩，尊荣你的圣名，愿你感纳。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这是来报告，咱邀请郑市长。伫报告大先来欢迎新来的朋友刘若雅，到伫遮。哦，欢迎。伊伫同步辐射中心工作了吼，伫罗东过来，即马住伫高翠路，我们有很多社青团契也可以，还有一些青年的团契可以一起来参加。好，谢谢。这是来报告一寡代志。顶礼拜主日6月15号是阮有召开施工检讨会，其实嘛是中执会啦。出席人足多，阮中执就20几个出席团契首长含同工拢总各20几个，所以讨论非常踊跃，大家都对未来充满期待了哈，所以才有一寡意见，看要安怎调整未来的空间的规划。阮收集了资料了，总是规划和准备嘛，该是看时间啦。虽然有一个目标伫遐，
望上帝引带。后礼拜主日6月29为培灵的主日，阮请到戴良柱牧师吼，伊是外国人，所以为需要一个翻译。这个姊妹是长年时间拢对做伊翻译。伊当年前就来甲台北设立教会啦，伫圣神这个主题真有领受啦。咱即个月主题嘛是圣神，所以有牧师特别安排后礼拜来甲咱分享者伊的心得。第三点是朱义胜牧师和萧素锦牧师娘会籍转入啦吼，欢迎因加入咱的家人。后礼拜日7月16啦吼，礼拜中要受办圣礼典，请要受洗的兄弟来准备办身来报名，谢谢。稍后继续报告吼。基要真理的课程，今仔日开始伫12点半，伫教会6楼嘛。那我们讲员是罗茂龙弟兄，他在我们当中，请他起立一下。那邀请兄弟姊妹让来参加基要真理的课程吼。好，下一个。煞来厝内有高中也是各中的家长会当参加即个家长的读册会。顶面周报顶面有 QR code 吼，用手机扫描者，顶面有报名的单吼。伫8月2号拜六下晡3点伫607教室，邀请有遮青少年的家长会当参加这个读册会吼。并且邀请各中高中学生会当参加少年团契。搁刷来台湾升学第2遍的升学课程，要参考的是罗马书。时间安排伫9月6号到10月4号，拜六的礼拜，拜六的透早9点半到12点半。那有早鸟的优惠价，7月10号进前报名有800块，请干事来报名。刷来请教会要邀请兄弟姊妹来帮忙来参与主日便当的时间，因为咱听堂的卖爸爸吼，卖爸爸即马搁伫迄破病中间，那除了带到以外，嘛邀请兄弟姊妹有意爱要参与这便当的登记发放，那请清凉姐来报名。原生合唱团他们的收据以及那个奉献金额有超过2000块的，他们有质证 CD 在干事的办公室，请等下主日礼拜了去领取。牧师今仔日前往德兰教会主日2个礼拜。还有吗？咱请罗牧师来补充。刘兄这平安。我想咱继续为着买顺义执事来祈祷啦吼，即摆伊顺利伫一个一般病房咧治疗。总是有缘有一个气切袂清醒，所以继续为着因来祈祷。爱过去因伫即个爱餐的服侍真用心真付出即马因即个买妈妈嘛是爱照顾买爸爸所以有即个欠缺若有感动的兄弟姊妹会当来。甲办公室遮做登记接续嘛要补充一个曙光的消息就是5丙2鱼4公啦毋知咱敢知影咱教会有即个曙光即个曙光的即个组长是丽金姐丽琴姐妹伊自开始旧年9月份开始的
有感动哦，所以教会来兴起这个事工哦，目的是要照顾拜六这个聚会团契哦，有少年团契，有这个学生团契，嘛有maybe有这个同工哦，所以即马有一个短短影片吼，先互咱大家来做伙来欣赏一下啦。这影片大概1分钟哦有过去因服侍的同工的这个过程哦因拢伫这个7楼的厨房咧负责这个煮食吼咱知影即马天气足热吼，所以因拢是用这个汗水甲泪水咧服侍啦有甲因讲莫用口水啦吼，即马环境爱注意一下但是因拢真努力。1楼做伙煮餐，即马平均大概45位啦45位兄弟姊妹。老碎烂大概这料理拢有好名，这叫做一干二净。听讲，咱金溪长老嘛会晓煮。7楼厨房原本足侪物件，尾因拢做一摆整理。所以教会是咱大家家咱若有这个感动，咱愿意做伙服侍，无论伫这个煮的部分，或者是帮忙的部分，拢欢迎大家来参与。愿上帝祝福大家。大家知影五饼二鱼的时间是伫咧当时，我来抽考一下敬语，大声一点。没关系，就是邀请那个各位，不管是家里有没有小孩，或者是想要参与这个，将自己很好的手艺来贡献给大家，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参与这个五饼二鱼。要刷落来，等他一下。咱做伙来唱祝福切件诗歌，圣诗399首，因时线咱请牧师来祝祷。请克林转授。祝福，愿天父上帝听从圣心的相通，以及耶稣基督恩典，甲咱众兄弟姊妹三甲弟弟，互咱众人拢会当明白上帝心意，毋那伫水的洗礼来认捌主来悔改，嘛伫圣心的更新甲帮赞扶持，互阮每一个人会当有合一宣告甲敬拜的心志。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